兩大利空出現，港股係負負得正定係節後暴跌呢？巴巴嘅散戶恐慌沒有終結，咁下一步會唔會到100幾啊？大家好，歡迎嚟到康微小金港股研究室。面對2026嘅新格局，我嘅研究方向係企喺資金嘅視角，堅持波段交易，做有價值嘅股票。第一次睇翻我哋影片嘅朋友仔，記得可以點讚、訂閱、打開小鐘仔。接下嚟我哋一齊進入到第296期港股研究。我哋今日嘅內容咧都有3個部分同大家分享嘅，一個地緣政治衝突以油價對於經濟嘅影響，咁第二個咧就係恒生指數以及咧其他指數嘅分析啦，咁最終咧就係阿里巴巴嘅跟進。首先喺星期四特朗普嘅講話之後戰爭係持續嘅，所以我哋見到咧布油就再次衝到咗110附近，一直喺度震盪。我哋之前一直都同大家跟進啦。就係等呢一場戰爭幾時結束？依家咧戰爭已經進入咗一種常態化，或者係話一種持久戰嘅狀態啦。所以後期咧都唔排除油價會唔會持續嘅飆升，甚至乎上到120附近嘅。點解咧？我哋之前都同大家去分享過話，如果戰爭喺2個星期結束 ，OK， 油價會正常，咁股市咧就會一個V 型嘅反彈啦，咁最後如果真係行到2至4個星期，油價就會喺100附近喺度高位盤整。咁我哋見到啦，其實就喺100附近喺高位盤整啦。最終股市仲係偏弱，但係如果進入咗4個星期之後，亦即係1個月之後，你發現啦，油價可能會上到120。咁接下嚟就要去關注一下呢一場戰爭對於油價影響。咁油價嘅上升之後，咁必然咧都會去導致到一啲通脹嘅問題。例如話咧，喺星期五晚上非農數據就出嚟啦，大反轉一個超預期。咁咧都有提到呢一種，因為非農數據表現比較好啦。咁可能呢個降息嘅情況咧又放一放啦。嗱，降息嘅情況放一放，油價上升會唔會喺後期當中都再次進一步行到呢一種加息周期咧？所以無論從經濟嘅地緣政治衝突，或者係話喺非農數據當中，咁對於股市佢都係帶嚟咗一種利淡嘅消息嘅。所以咁對於星期3開始之後，咁港股係咪都帶嚟咗一定嘅衝擊咧？嗱，呢2大嘅利淡因素喺呢度，我哋要去關注啦。咁我哋再去睇下黃金，都係同樣喺特朗普講話之後咧，都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嘅波幅嘅。我哋之前都分析話長嘅係呢一個金粉底，金粉底咧係代表一啲底部嘅信號，咁確實咧有反彈啦。但係行到咗星期4之後，籌碼就已經係紅色嘅超買狀態，最後咧佢仲係維持喺4676啦籌碼超買意味住咗佢即將見到短期反彈嘅高位，要等一個確認嘅信號，確認籌碼係唔係會轉翻到黃色，就結束咗呢一輪嘅反彈。咁與此同時，我哋去睇下喺港股當中嘅呢一個2840 2840喺星期4行出，因為對應黃金嘅情況佢一樣嘅籌碼嘅峰值都喺上方，而呢一個價位咧差唔多係3607啦，會唔會上到呢度咧？畢竟呢啲位置仲有裂口佢回補咗之前嘅呢一度嘅裂口啦，暫時咧都喺度徘徊。籌碼顏色咧係至關重要嘅，意味着咗短期咧已經係出現咗一個超買overbought 嘅呢一種高位嘅風險啦。等待籌碼一旦轉翻黃色，就意味着咗佢黃金會繼續嘅調整啦。好啦呢一度咧就係一個大宗商品從油價以及黃金嘅角度咧，同大家去帶嚟呢一個判斷嘅咁點解話咧，即係先頭嘅經濟角度、政治因素嘅影響，對於港股會帶嚟咗一種衝擊之外，
咁就係星期五 A 股嘅走勢都係不容樂觀嘅啊！星期五 A 股咧，港股唔開市啦 ，A 股直接就跌咗1%，又係再次進入咗大跌嘅情況下。首先佢都係回補裂口嘅行情，裂口回補啦，冇辦法企穩，又出現咗一種大跌啦。籌碼嘅峰值本身喺上方，就係迎嚟咗上風不移下跌不止嘅狀態啦。喺未來要去關注 A 股上證籌碼嘅峰值會唔會移翻到下方嚟？咁我哋重點咧就關注星期五呢一支燭啦，因為畢竟港股唔開市，接下嚟假期都比較長，星期一、星期二又唔開市。嗱，呢一度至少比 A 股係多咗2個交易日喺呢一度嘅。咁以及呢一段時間咧係一個長假期，你唔清楚仲有3-4日嘅時間，究竟政治因素會點樣影響中東嘅局勢，會唔會有呢種緩和？依家咧都係叫一種新嘅不確定性。新嘅不確定性，所以導致咗恒生指數當中佢帶嚟嘅波動都係比較大啦。星期四佢都出現咗一個長嘅下影線，回補咗呢個裂口啦。所以呢個裂口咧冇乜作用哈。如果係話3日可以企穩形成強勢嘅裂口啦，但係冇乜作用冇乜作用嘅裂口，佢就會意味着咗咧佢嘅效果就唔使睇啦。與此同時，籌碼嘅峰值都喺股價嘅附近或者係股價嘅偏上方，意味着呢一個區間25,300咧係恒生指數嘅一個阻力問題。咁包括我哋去望一下佢嘅生命線，唔使講佢都係向下啦。好嘅，我哋去畫一下佢嘅趨勢線。其實最近呢一條趨勢線咧嘅角度去睇啦，呢一條下降趨勢線，除非佢真係向上突破，先會形成咗一定嘅反轉問題啦。包括我哋之前講嘅固比會唔會成立？呢日星號燭1、2、3，你呢一個空間都冇突破，所以呢啲位置都係叫反彈，冇可能形成到反轉嘅。咁我哋之前都有分析話會唔會反彈8至13日哈？嚟，我再次同大家去講下。2、4、6、8、9，其實下完星期四咧係第9日啦，佢係反彈咗8至13日啦，但係冇我哋想象當中嘅咁有力度。想象當中8至13日，我話可唔可以行到呢個平台咧？當時係咁講嘅，但係比較可惜呢一種不確定性因素導致咗佢都係偏弱嘅，由之前嘅下跌轉翻震盪啦。佢都屬於一種8至13日。但係真係冇理想中或者我哋想象當中咁大嘅一種升幅哈，即係比較可惜啲啦。好啦，呢一條下降趨勢線，我後期咧都保存喺呢度後期去關注佢可唔可以出現到突破，先會形成到趨勢上嘅反轉啦。與此同時，我哋都可以關注一下恒生科技指數喺恒生科技指數當中，佢都係偏弱啦，並且將呢個金粉底都跌穿啦。本身金粉底嘅出現有一個反彈嘅需求咁呢個位置有反彈需求，星期四一大跌之後又再次跌穿籌碼嘅峰值，唔係呢個金粉底，佢都係再次弱勢嘅表現。我哋去關注佢嘅資金，恒科咧資金咧就散戶恐慌啦。之前散戶恐慌有一個小反彈，依家咧都係散戶恐慌，散戶恐慌線行到咗93嘅。依家都要等緊呢個確認，會唔會有一個止跌嘅信號？止跌嘅信號，止跌嘅大陽燭，或者呢個散戶恐慌線再次穿落到天界，先會有一個短期嘅反彈向上啦。呢一度咧就從到資金嘅角度，或者係話佢趨勢角度咧，同大家去分析嘅。如果你冇資金嘅，我哋都可以睇下呢個 RSI。大家都學過 RSI 哈，仲記唔記得佢機構參數係幾多啊？機構參數係14又即係呢條黃色線啦。RSI 咧出現喺呢一條40、30、25，依家係咪40以下發生底背馳？呢條線係呢條白色線係40線咯。股價創咗新低 ，RSI 咧出現咗冇創新低嘅40以下背馳買，咁背馳係有反彈嘅需求，但係先後講翻嘅原則，你反彈你要有力度先係呢個底部確認先。
你底部確認唔到，你點樣出現到反彈？佢可唔可以話繼續嘅弱勢落嚟先？你 RSI 你可能都喺呢一個位置，但係你要有一個底出現啊，先係叫底背馳啊嘛。咁確認咗呢個底，亦即係有支大陽燭嘅出現，先會確認到呢個底，咁先會有迎嚟咗反彈啦。好啦，呢一度咧係關於到三個指數上證，簡單講咗啊。恒生科技指數同埋恒生指數咧，我哋都跟蹤到呢一度先啦啊。咁有任何嘅問題咧，都可以喺下方咧留言俾小金，我哋進一步咧同大家去分享嘅。其實市場嘅變動大家都可以睇到啊。咁最重要嘅咧喺呢一種環境當中，科技嘅承壓嘅情況咧都係比受到嘅衝擊力度咧係非常之大嘅啊。無論從本身嘅呢啲 AI 嘅發展，或者係話咧喺地緣衝突當中嘅影響，咁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我哋應該點樣去更多嘅首先我哋作為一個投資者，更多嘅我哋當然係想賺錢，如何去賺錢咧？一定要記得要去改變自己嘅投資思維。又話我咩叫思維啊？我喺呢度有一個角度同大家講。邊個市場有錢賺，我哋就去邊個市場，係咩意思咧？港股偏弱，我可唔可以去睇翻其他市場啊？例如美股，係咪都可以參考咧？因為話美股都比較弱喎。係嘅，依家目前全球嘅市場都喺度調整當中，但如果真係迎嚟咗機會嘅情況之下，你諗下。港股嘅機會大啲定係美股嘅機會大啲咧？大家喺下方咧覆返小金。假設呢一場戰爭停咗啦，係港股嘅反彈強定係美股嘅反彈強？我相信大家心目中已經有答案啦。所以邊個市場有錢賺，我哋就去邊個市場。邊度有水草，我哋就去邊度。咁為此咧，為我哋嘅香港雲粉同埋我哋嘅金粉帶嚟咗精英成長計劃嘅內容，即將咧會喺今日晚上就同大家去分享嘅咁我哋香港雲粉精英起航課，咁會由陸 Sir 啦、小金老師啦，我哋嘅團隊一齊同大家去帶嚟，由星期六晚上7點鐘開始嘅咁分別咧都會去帶嚟更多認清呢個時代，點可以揾到相對嘅熱點板塊，以及咧喺個股當中我哋應該點樣操作，都會持續同大家去分享嘅。所以如果仲未加入到我哋金粉學習圈嘅咁都可以加入到金粉學習圈，從星期六晚上開始，每日晚上嘅7點鐘咧就同大家去帶嚟呢一個直播嘅分享嘅。好啦，我哋去睇下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咧，我分享嘅內容叫散戶恐慌沒有終結等陣我哋再睇散戶恐慌嘅問題。嚟，我哋用傳統嘅分析啦。RSI 同樣底背馳，股價創新低都缺少呢個底部RSI 冇創到新低，40以下背馳，呢一支陽燭出嚟嘅重要性就出嚟啦。可唔可以止跌嘅重要性就出嚟啦。籌碼嘅峰值都喺股價嘅上方嚟，如果真係有反彈，就唔係目標，可能就唔係140啦。呢一度籌碼嘅峰值已經係阻力位啦，喺130，籌碼嘅峰值已經係130啦，所以叫如果有反彈，但係依家未反彈行到118，咁樣去睇下散戶恐慌沒有終結，會唔會對於佢未來都形成咗弱勢嘅判斷呢？我哋睇資金，阿里巴巴嘅散戶恐慌線同恒生科技指數差唔多呢條散戶恐慌線又穿到天價啦，喺94.487，股價依然創新低。對於市場對於散戶嚟講都係形成咗一啲消極嘅影響啦創咗新低之後，RSI 散戶恐慌線依家喺天價範圍當中陷入咗市場，大家對於市場嘅一種絕望狀態啦。而包括到下方咧，主力嘅價值洼地都係有出嚟嘅，等待一個信號亦即係呢條線可唔可以穿翻落嚟？呢度係關注資金有話呢啲係咩指標我同大家講下，佢係 AI
去整出嚟嘅識別到資金機構資金嘅呢一度咧係游資嘅資金，呢度係主力嘅資金。游資嘅資金咧就偏短線嘅，咁主力嘅資金咧就係中線嘅啊。中線當中，主力認為佢行到一定嘅程度，行到咗價值窪地，亦即係佢跌得比較多啦。行出價值窪地，要重新翻到價值窪地樓上，先會形成到呢個中期嘅底部。中期嘅底部係會點樣形成嘅？呢一個柱體可唔可以行翻出嚟？依家咧，短線當中嘅機會點樣確認？就係下方有游資搶籌，游資搶籌。星期四又再次迎嚟咗游資搶籌啦。呢條散戶恐慌線可唔可以插翻落嚟，去確認到短期嘅反彈信號？但係中期咧，一定要去價值窪地嘅形成啦。依家叫有價值窪地，但係仲未形成，所以呢一度咧就係一個資金級別咧，同我哋去帶嚟阿里巴巴目前嘅跟進啦。咁如果佢繼續嘅弱勢，目前又受到咁大嘅沽壓嘅情況之下，會唔會落到100幾咧？點解會有咁樣嘅分析咧？會唔會落到100幾咧？嚟，我哋係用咗周線嘅級別同大家去分享。喺周線我哋畫出咗呢一條趨勢線先，佢係一個上升趨勢啊。阿里巴巴咧係一個震盪上升嘅股票啦。咁最近咧都落到咗呢啲平台位置啦。有一個時間問題，我哋仲係要關注呵。雖然話恒生指數嘅8至13日嘅反彈冇想象當中嘅大，但係佢都係屬於反彈嘅啊。喺時間級別嚟講，如果佢喺周線級別要落到34，呢個係周線，周線級別落到34，同時間唔係同呢個趨勢線形成咗交叉個位置，呢一度係8個星期之後，會唔會真係跌到8個星期啊？依家未知啊，咁我哋至少喺呢一個範圍當中，佢係幾多錢咧？係108附近，呢度係108附近。星期四收市收到118，其實空間唔係好大啊。118呢個係108。點解話最近嘅呢個底部要去防守得住咧？如果防守唔住，佢帶嚟嘅危險就係比較大嘅啊。呢一個區間本身就係屬於舊年喺8、9月份嘅盤整區間啦。我記得呢一個時候，我哋之前都同大家去分享啦，呢個位置係一個入貨信號啦啊，直接就跳上嚟啦。依家係唔係就喺呢個平台位當中啊？如果呢個平台位攔唔住，咁咪就係到咗7月份呢一個底部啦。呢個底部就喺104、101啊，101就100蚊附近啊，行到咗105啊，呢啲咧後期再去關注啦。所以暫時對於整一個走勢唔係太樂觀嘅啊，而你對應到美股嘅 BABA。喺星期四咧，佢同樣低開，雖然往高走，但係咧都係收跌嘅。好啦呢一度咧就屬於我哋今日當中有同大家去帶嚟嘅一個分析啊。咁我哋後期咧再會持續同大家去帶嚟更多嘅跟進。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一度先，我哋下期再見，拜拜。